专业是上界重要，若是捌算捌伫吊臂换番薯，安尼就赔袂离。像讲有倒摆去弄着人煞做伊走，这件代志发生伫咧顶个月25，这67岁姓氏儿子送过车路时，互一个骑倒摆查某人弄着。本地这个查某人有先停落来，甲倒摆插去路边了后，刷落来刷骑咧做伊走。结果这个姓氏儿子送伊倒骹的骨头规个喙齿，刷落来这2个月时间，可能拢需要人照顾。看时去煞无法度看清楚倒摆的车牌，即马厝内人。 铺文，希望大家会当斗相共来找人。暗时一个查甫人准备要过车路，想袂到，才行无到一半，雄一台机车直直弄过来，甲查甫人弄倒伫个涂骹，换一个角度去看一解，路的车真济。一个查甫人过车路的时阵，互一台机车弄着，骑机车的人停落来，甲查甫人带去路边，刷落来就骑机车走去，敢若剩查甫人家己一个人伫个遐，听甲倒位拢无法度去。 民众伫人面车顶的铺文，希望会当找到有看到这个车祸的人。意外就发生伫新竹市的埔顶路。11月25暗时，查某人骑车弄着人了后，就追走去。67岁姓氏的查甫人，互弄一个倒骹骨头喙齿。边仔好心的民众看到，斗相共叫救护车送伊去病院。因为监视器无甲机车的车牌啊翕甲真清楚，所以家属敢若会当铺文找网友斗相共。现在这样子跨越马路是有它的危险性存在的哦。 可是我觉得，肇事的机车呢，应该是要留在现场。我爸年纪已经67岁了，那左脚粉碎性骨折，医生也说要花2个月时间，都要有专人在旁边照顾。其实他蛮辛苦的啦。爸爸受伤，做后生的心内就唔甘的，虽然已经报警啊，不过也是上网络铺文，希望会当找到迄个骑车弄着人的查某人，为爸爸讨一个公道回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